这最近有无感受到？当咱来咧做工的时，也是当咱咧服侍的时，咱当时魔鬼伊也咧做工，伊会迫害你，先攻击你。等你有够勇壮的灵性的时，伊就会攻击到你厝内的人。毋知咱有最近有感受无？听到鼾声四起，求主来帮助咱，互咱赢过到这个灾难，也互咱通过坚固的信仰，会当因为咱若靠主耶稣的名的时，这个魔鬼撒旦就要来离开。求主来帮助咱，互咱的日常生活中间见证着主的大权能。我相信这是咱最后咱同心来宣告，我也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永主必管待我。我相信圣心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听温柔的同在来看见。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只相随，我要一生跟随伊。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上帝真上好的道路不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永主必管待我。我相信圣心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听温柔的同在来看见。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只相随，我要一生跟随伊。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不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
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的，伊看我做宝贝。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伫即时求主来帮助阮，也互阮遮个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年长者，因会当用因的无受到遮个迫害，求主要帮助因，互因每一日拢有勇健的身体。主要能伫因的心内时阵，要来见证着主你的大宽容，像是也阮的教会所有福音的推动，会当无自站，会当倚靠圣神来得胜，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依靠的心，互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头，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依靠的心，互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头，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头。
感谢你，你的疼，互阮会通勇敢行落去。你的疼会通，互阮伫茫茫渺渺的人生的中间，找到一条出路。因为主你疼阮，所以你为阮顶伫十字架顶，为阮开一条搁新搁活的道路，互阮会通伫遮来跟对你，帮助阮伫礼拜中间来拄着你。愿主你来说，透过俄罗敬拜，透过主你的话，透过阮的祈祷恳求，会通认捌你是永活的主。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咱吟2遍，还佫吟一个副歌，请起立吟全首。恩典真正大，日日地转，无论风雨也冰雪，伊拢会做伴。咱着常常伊的恩，日日的付出，好在日咱免吃欢喜，欢乐免落去。日日甲因带，互咱阮的拢无煞。快乐的心花，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为啥人生？福气地拢总三个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的带，无论风雨也冰晴，伊拢会做伴。咱着享了伊的恩，日日的付出，好在感人免吃欢喜，欢乐免福气。日日甲因带，互咱阮的拢无煞。快乐的生活，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为啥人生？福气地拢总三个欢喜。日日甲因带，互咱阮的拢无煞。快乐的生活，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为啥人生？福气地拢总三个欢喜。福气地拢总三个欢喜。同心压头来祈祷，主爱阮伫天顶的爸啊，你的恩典真正大，日日伫因带，无论风影也冰静，你拢伫陪伴阮。阮要如何来算效你的恩，互阮会知会艰难变成欢喜甲福气呢？阮要摕啥物来报答主的看顾甲恩典？主啊，阮又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伫你证明的面前，伫你的殿内，伫耶路撒冷耶和华行阮的愿，愿称颂耶和华。伫阮的年日时刻，换伫你为阮所预备的生活中，为着了生活，阮认真打拼努力，温困做工，却有时疏忽主你要爱阮注意天顶的事，
关心教会事工甲肢体的关怀，并且领受着灵命的操练，互阮较袂伫不知不觉当中偏离主的道路，互无好的罪来捆绑着阮。主，阮亏欠着你。主啊，因为你是阮人生路上上介好的朋友，你用智慧甲能力来扶持阮，用耐心来教导阮，并用请慈爱、怜悯、谦卑的心，成做阮的典范。你以爱阮过圣洁、公义、信心满满的生活，凡事超找你的心意，你就要应允阮。因为你讲你的恩典日日教也阮用，阮应该专心追求你的真道，将上好的财宝积聚伫天顶，好得到你属天的奖赏。感谢主，伫今年阮经历你伫迦南教会亲自祝福甲带领的社区事工，无论私有银行、岛屿的祭典、桃园国小，带有各种的生命课程、温友小组等等，拢伫牧者团队全一个同工，甲着众兄弟无私的投入，回应主你的听，互事工进行得真顺利，超出着阮所想所求的。阮感谢你。总是阮嘛知，即中间还佫有真济的学习甲着挑战，是阮教会需要面对的功课。恳求主你加添智慧甲信心，或者圣工因为主你的同在甲着保守，更加运作顺利。互阮所有福音的种子遍满各大角落，也会当激励搁较济的兄弟同心委身伫遮个事工的顶面，互今年教会异象做主门徒，因你得福的目标得成，并将荣耀归予天顶的爸上帝。当阮的教会嘛要伫10月7日按照教规来举行临时会员大会，恳求主你亲自来竞选掌权，互阮依照教规选出4个长老、6个执事，愿主的灵来感动会友，到时踊跃出席，看重会员大会，选出合神心意的新的同工，一齐为神的国度、福音的事工、教会集体关怀，努力向着标杆来前进。阮要搁再一次将第一区的区长、总义长老、小组长、爷亲姊妹、师母，因遮排列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使因有渴望追求真理的精神，愿你一生享受伫主的宽平甲带领，日日仰望上帝的话语，成为帮助甲着祝福。祝愿一心伫咧聚会、参与团契的事工、出席小组的活动，拢有主的同在。也愿主赐福伫大家的家庭、事业、经济、身体健康等等，并且全然将这荣耀归予天父上帝。阮安尼虔诚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请坐。这是咱三个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62篇，也是对腓立比书第2章来的启用文第62篇。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慈悲怜悯，恁就有相款的心智，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各人造反，让人以言体罪。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声，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这是咱来请萨克斯风乐团来献诗。
因所要现的是我心阿乐上帝，我心大欢喜。
这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8节。和合本的圣经是第23页，其他的版本咱家己亲自看。咱现着咱三个来共读。对迄日起，耶稣甲指示伊的学生知，伊着去耶路撒冷，对这长老、祭司头、经学士受着济苦楚，搁受害死。第3日搁活。彼得劝伊责备伊讲：主啊，千万毋通！即个决断无要到地你。耶稣也转身，甲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杀戒，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迄时耶稣甲伊的学生讲：人若爱对我，着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既然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既然为着我失落伊些性命的，要得到伊。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也是人要出啥物来兑换伊的性命？因为人子用伊的白的阳光，甲伊的天使要来，迄时要照逐人的所行来报应。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的有人犹袂死，会看见人子伫伊的国来。以上，即是要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念上无念下，念上无念下。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互阮有机会来听你的话，也透过真理来开阮的心窍，帮助阮通明白你的教示，也阮通活出丰丰富富的人生。听阮伫你面前祈祷、恳求、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兄弟大家平安。咱要做伙透过今仔日所看的圣经，互咱会通搁较来认捌耶稣甲伊所做的，思念顶面的事，无思念地面上的事。这是耶稣爱咱，伫无论是做祷文，还是伫咱生活中间，咧教导咱，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咱所需要的，就赏赐互你。伫耶稣要带学生到伫该撒利亚腓立比来做一个毕业考试的进程，咱看伫16章，今日咱会将16章甲读完。顶礼拜甲咱三甲来分享，伫错误的教导的内底，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耶稣用迄个架来做比喻，我毋知会记咱顶礼拜所听的啊无？即个架就常常用即个无好的邪恶的，伫遮来伫上顶。所以耶稣伫遮透过恁着爱提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架。你来提醒伊讲，因的教导啦，毋是咧讲想着迄个饼。耶稣拄仔行，即个互5000人甲4000人食饱的即个所剩的饼，毋是咧讲即个饼，是咧讲因的教导会阻止咱去认捌耶稣，认捌耶稣是迄位弥赛亚，迄位救主。教会会用软弱甲刚强伫遮，甲咱三甲来分享，互咱伫即个信仰道路检查有当时是真勇壮，但是有当时有软弱的时阵。耶稣带这学生到伫该撒利亚腓立比，4月嘛有带这兄弟姊妹去到伫迄个所在。即段的圣经牧师嘛捌甲咱三甲分享过，毋知咱阁会记得迄个情景。耶稣到伫迄个所在，讲问一个问题，讲人讲我是啥物人？因安怎认捌我？所以圣经伫遮有互咱真清楚讲，因伫回答讲，有人认捌你是洗礼约翰，是以利亚先知，是耶利米先知，也是先知内底其中一位。我想即段的圣经咱真熟悉，但是对无道的兄弟姊妹，因并无遐尔熟悉。
所以耶稣搁一遍伫遐来提醒，啊，人看我是啥物人？第二个问题讲，啊，恁呢？恁认捌我是啥物人？好亲像咱常常咧问兄弟姊妹，啊，你认捌耶稣是啥物款的主啊无？会当对无共款的，你认捌伊可能是想事平安，是想事供应，是医治的主。是当你破病的时阵，你需要就是医治吗？你无平安的时阵，你需要是啥物？是平安啊！昨暝伫拜六的礼拜，牧师有甲遮个拜六的礼拜兄弟分享，啊，伫遐有收圣餐。会后了后，有一位咱的姊妹吼，伫新来啊，伫迄落少家吼，伫遐咧最近做老师。我有问伊讲，啊，你有信耶稣无？伊讲啊袂啦。啊袂，我就掠条即个规安来安尼，我5分钟啊无？啊，你有5分钟无？我就甲伊坐落来，啊，佫有即个张金牧师诶，牧师娘做伙坐落来伫遮来，甲即位姊妹三甲伫遮来分享吼。敢才有一段时间伊参加一寡遮个个别式吼，民间的个别式。我迄个师母带互伊有一寡遮个囝兄。那照外口的人咧讲，就讲可能煞着安尼啦，所以伫暗时咧困的时，伊拢真不安。啊，拄好牧师也讲到即段圣经，耶稣已经互遮个信靠的人有权柄伫地面，第二困饱的伫天顶也要困饱，第上头饭伫天顶也要头饭，对无？所以互伊会通清楚认捌讲，认捌耶稣了后，信靠伊的人有即款的权柄。这就是耶稣伫遮来教导遮学生。当彼得讲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的时阵，耶稣就将即款的权柄来想述伊讲：彼得，我要将天国的啥锁匙交予你。天国的锁匙，其实锁匙伫圣经内底，伊的上顶的意思是代表即个权柄，属灵的权柄吼。我有即个权互你哦。你伫地面上困饱，伫天顶也要困饱；伫地面上偷饭，伫天顶也要偷饭。我甲伊分享即段圣经，搁昨讲到即十字架的真理，然后用即个神奇的一刀甲第三甲分享了后，我问伊讲：即个福气你买无？我想有看过神奇的一刀，即个神奇的一刀的即个索文汀，逐个拢感觉真奇妙啦。若无上帝的智慧无可能啦。要加出一刀，加出一个十字架，绝对无可能。然后佫无十字架，甲遮剩的排出来，会通排啥物？会记要死亡啦。无十字架时排出遐个线，其他的线的纸排出来，就是死亡。死亡，人的灵魂要何去何从啦？要去啥物所在？无耶稣的救恩，要去啥物所在？剩的遐佫甲排英文 HELL hell 是啥？地狱啊！哇！若有十字架加入来讲变永生啦，永活。我带伊读《约翰福音》3章16节读了的时阵，我讲有十字架救恩。要想述互咱啥物？永活。我常常咧拗了的时阵，我拢会请对方来你家己加看卖互伊家己经历，家己加了、看了，伊感动啦。所以我会问一句讲：即个福气、即个智慧，你袂无？袂，牧师就带伊祈祷，做决志祈祷。当带伊祈祷的时阵，牧师歹势我。目屎一直流啊！我毋要紧，免惊歹势，圣神来感动你。当牧师带伊讲感谢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着我付出代价时，目屎哭哭流啦。我讲这是圣神感动你，互你知影讲即个福气，知影即个福音，然后带伊来认罪。咱毋捌的时阵，过去咱民间宗教信仰就是
用人手所做的伫遮来拜。所以当伊伫遮做即个决志祈祷的时阵，迄个目屎就流，总是为祝福了后，心就平安。互伊知影有耶稣的保护，当伊喙承认心相信耶稣基督是搁我的主救主的时阵，伊就免搁再惊吓遮个灵界、遮个黑暗的关系。所以耶稣透过即个毕业考试，伫考试的时阵，彼得讲：“你是基督，你是永活上帝的囝。”耶稣甲学落对无？哦，西门巴拥那，你是安怎？有福气的哦，因为你所领受的指示启示是对天父上帝来。你所领受的启示，你认捌的真理是对上帝来。今仔日咱透过思念顶悬的书，无思念下面的书，念上不念下。伫遮，因为天父上帝的感动启示也好，互彼得会通真正认捌耶稣基督的身份。这就是咱要甲人讲好，因为讲说问天化主应心对吧？说你要讲啥物？要最后互因了解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所以对安尼，互咱真正认捌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所做，耶稣基督所要互咱的应允。所以今仔日透过即段圣经，互咱知影讲透过遮个问题，咱嘛搁一遍来问：当耶稣若问你讲，你认为我是啥物人？咱是毋是会当亲像彼得讲：你是基督？基督是啥物意思？受上帝膏抹，然后是救世主嘛，伊是永活的主。一个拯救者，一个救世主，你来清楚认捌伊的时阵，即个永活的福气就临到伫你的生命内底，对死无的关系你就无惊吓。所以保罗知影伊要顺道，要过往进前吼，要过身进前。伊无惊吓，伊讲若去上帝遐，好得无比，对无？不知较好。咱信靠主的人，咱毋免惊这死无。所以常常若拄着年老的遮吼，哎呀，上帝哪会无爱较早带我去啦？我讲上帝有伊的时间，即摆上帝若带你去，无输加无用的。所以这是上帝主权啊，毋是咱会通决定啥物嘛，对无？所以袂通用家己的方式伫遐解决咱家己的生命，敢毋是？求主来帮助咱，互咱透过即段圣经会通明白，今仔咱透过安尼伫遮来了解耶稣在提醒学生，爱体贴上帝的意思，毋是体贴家己的意思。耶稣伊嘛用家己即个十字架、行十字架、苦路受定死即个行动来提醒咱哦，你将做一个基督的学生，应该用啥物款的态度伫遐来活出信仰的生活。咱10月第一礼拜阁要召开临时的会员好会来竞选4位的长老6名的执事。所以伫即个执事的推荐的中间，我会甲几位受推荐的兄弟伫遮来谈嘛。就讲你已经有受到推荐，你感觉安怎？当然有诶，因为有一寡遮个理由伫遮来提示。不过我嘛是鼓励啦，讲咱会当把握有服侍机会伫遮来服侍主吼。这就是耶稣在提醒遮学生，你安怎用啥物款的态度伫遮来面对头前的即个。你会通参与服侍，还是讲会通伫无共款的即场的中间来服侍主？咱来了解讲，到底这十字架是啥物款的一个意义？今仔咱看圣经咱看圣经所记载，甲看礼拜堂，还是讲咱行前所挂这十字架，你有了解这意义啊无？我捌问侪挂十字架的人，有的人因并无了解十字架的意义啊。我只有问伊讲，你无信耶稣，你毋知影即个意义，你挂即个，你知影即个原本也是一个刑具、刑法的记号，你要挂无？伊讲我无爱啊，
我有当时真好奇，就种为虾米遮个人会挂这个十字架，好看。但有当时咱无了解迄个意义，无了解这个信仰，其实就是迷信啦。甲哪像一个砖塔，一个装饰品啦，定啦。但今仔咱了解做基督徒的，咱中间嘛有遮个慕道的吼，嘛爱互恁了解讲，原底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刑罚的记号啊。啊，为虾米后来会通成做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记号，一个成做拯救有毋茫的记号。所以今仔咱透过即段圣经，咱来了解讲教会起造甲伊的官兵。头一个就是教会起造的根基是啥物？耶稣伫遮讲彼得然后我要将我的教会起伫石盘顶。天主教的信仰有当时是错误将即个石盘甲当作是彼得，但是较正确的两个讲法就是头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起造的一个根基。咱常常伫建堂的时阵，咱会发觉讲伫礼拜堂伊的壁迄个角迄个挖角的所在，伊会放一块石碑，对无？石碑顶悬有写啥？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种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安尼吼。即头一个，第二个就是。有这个人恩教授，伊透过即个圣地旅游咧讲解说，即个就是讲耶稣到伫迄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我捌讲过吼。咱若有4月有去的，咱就有发觉讲遐有一个大的坑。伫旧约的时代，因是感觉讲迄个坑是通到伫地狱，通到伫地下面，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咧敬拜巴力。伫耶稣的时代，因敬拜潘啦，圣潘，3点做咧潘神，像有羊角有一半是人，一半是即个精神的身躯。因伫遐咧敬拜即个潘神，所以伫迄个所在是一个宗教真要紧的中心。耶稣伫遮讲遐边山壁有落凹的所在，是原底藏遮的偶像神明的所在然后耶稣讲。我要将我的教会起造伫即个石盘顶，就是意思讲，我要将我的教会来取代伫即个石盘顶的偶像。啥物人是教会？教会是啥物意思？兄弟姊妹会记袂？教会咧指啥物？甲你的边仔讲，教会就是咧讲理。牧师一直要讲，就是互咱有一个真正确的概念过去的教会观念，就是好像就咧讲即个建筑物，但是真正教会的意义就是一群人，一群信靠耶稣的人做伙三甲组织敬拜俄罗，迄个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也咧讲，即群人就咧指你我，所以教会咧讲啥物人，就是咧讲咱。所以耶稣讲，我要将我的教会起造伫即个石盘顶，就讲透过教会要取代遮个偶像、遮个神明，要互人会通来到上帝面头前，伫遮来得到救恩。这就是另外一个真好的一个解说伫咧。所以教会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当彼得伊对上帝来领受，天父上帝领受，耶稣咧问伊讲。恁讲我是啥物人？彼得讲：你是基督，你是永活上帝的囝。即款的一个启示，就是咧讲出教会建立的一个根基。所以伫遮，互咱了解讲耶稣基督伊的角色、伊的地位，甲伊所要做的工作。咱做伙来读即段圣经来。就是你若用嘴认耶稣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起来，就会得到救。因为人用心信，至到得到义；用嘴认，至到得到救。这就是耶稣基督正做教会根基的一个真要紧的。当你嘴承认耶稣基督，心相信伊是国外主的时阵，
你就诚做啥物？你就诚做教会一份子。所以教会根基若无通过耶稣基督，无法度伫遐来受建立。第一，咱来看讲教会信仰的来源是对倒来，毋是对人的即个传说来，毋是对人的遗传来哦，是对上帝所启示的，互人知影，互人明白。透过人将遮个领受的真理伫遮来写落来。今仔咱看即本的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圣经讲。圣经内底讲啦，圣经拢是上帝所安怎默示的嘛，就是咧讲，上帝的默示启示，互人会当伫遮来写出来了，互人来认捌这真理。所以教会一个信仰的真要紧的来源，就是亲像耶稣甲彼得讲，你所领受的启示是对天顶的上帝来，天父上帝来的。所以今仔日咱若恳求上帝帮助咱，亲像以弗所人书第1章14节，咱做伙来读来。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光的父，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捌上帝。过来，既然欢喜将伊的囝显明伫我，要互我宣传伊伫外邦，我就无甲人参详。就是讲，即个信仰的根源是对上帝来甲你启示、甲你感动。因为若无圣神的感动，无人会通称耶稣是啥？是主啊！所以有圣神、有主神的感动启示，互咱会通清楚明白知影讲，我信的耶稣到底是啥物款的主，啥物款的上帝。第三，咱看讲教会当你受到启示，认捌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即个启示对上帝来的时阵，亲像耶稣甲彼得讲：哇，你有福气！然后你要领受即个属天的权柄，即个权柄是会通安怎压制遮个黑暗阴府的关系，若安尼对死无的关系，也是讲关爱。原底即个原文权柄的原文叫做门啦，当阴府的门袂通安怎赢过你啦。即个门本来是封锁嘛，所以互你知影讲，咱信靠耶稣的人，咱有迄个权柄，即个权柄是会通进去讲你进会通讲，摕会通安怎守的。所以耶稣互咱的权柄是会通赢过遮黑暗的关系。所以我咧讲7月10的时阵，你若捌耶稣，你若有即款的权柄，你爱行好兄弟仔，是好兄弟仔会行你？是好兄弟仔行你，举手者，敢有影？请放咧吼。你若有教养的信心就有影，敢毋是吗？你若无教养的信心，就是安怎？你会惊吓。哎哟，迄7月10你有看人讲毋通去游泳啊，无水鬼会掠啥？掠交替。哎哟，这7月10毋通去买厝啦，毋通娶某啊，对，就有侪的遮个禁忌嘛，对无？你讲基督徒会受到影响袂？会袂？会啊！你的信心若无够就会受到影响啊。但你信心若有够，对无？免惊啦，检采用7月初做酸椒粉嘛毋惊，对无？嘛会通真做一个真好的见证的。上帝所赏赐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时辰，拢是真好的，敢毋是吗？所以咱若信靠主，咱毋免受到遮个日月星辰、时辰伫遮来受伊限制嘛。是上帝互咱权柄咧管理遮个嘛，敢毋是？是人咧安排遮个日子啊。结果人互遮个日子咧安排、咧控制啊。所以若要做啥，就爱看日啊，对无？来看时看。结婚诶有真侪，我问讲你著看时看日啊。看遐侪日啊，看遐侪时辰安怎？离婚诶嘛一半以上，对毋对？所以其实毋是遮个问题啦。即摆看遮个日月星辰嘛，
袂准呢，对无？即马一寡拢乱去啊！你安怎外口看？天地伫改变啊！哦，一个落一点钟的雨，咱看着站袂牢啊，对无？所以咱倒转来看圣经那迄个时代哦，若落40年日，你若想看安怎站会牢诶？落一点钟哦，就站袂牢啊！落一日823，落一日就站袂牢啊，对无？啊，咱若想啦，上帝话直接讲，哇，落40年日啊！伫迄个背景讲，人爱悔改回转，啊若无咧，就遮个灾难临到你人嘛。所以一直伫应验圣经内底一寡遮个有言检视啊。啊，遮就是咧提醒咱爱好好安怎警醒啊。一方面，咱也知影咱所信靠的是毋是真正的即位救主，所互你有的遮个权柄是伫地面上、伫天顶拢有影响力的啦，伫即个灵界拢有影响力的啦。拄啊有甲一对少年的夫妇，啊甲伊即个真古锥啊，即马5箍外买安尼哦，哇！拄啊开始可能检测囡仔定定会疼，会惊着。做爸母的恁若知影有即个权柄，为着囡仔祈祷祝福，捆绑遮个搅扰的离开，想使伊有平安，暗暝好困，一暝到天光。你知影你有即个权柄啊无？毋是去食乌干仔飘行风扇。对，即古早的若知影拢会笑啊，即摆少年的听乌干仔飘行风扇哦，听无啦，哦。会记细汉的时阵，囡仔着惊兔奶串生屎，对无？啊，着爱互伊食乌干仔飘行风扇。我讲你的祈祷比迄个搁较有用。你是毋是有信心？就奉耶稣名来命令这搅扰，互伊着惊着出来离开。所以伊在咧提醒，你有即款的权柄。耶稣甲学生讲：恁有即款的权柄，我已经将即个权授予你啊。这是教会会通有的权柄。有当咱常常讲，哎呀，我的爸母哦，遐尼年老啊，要信主吼，无啥可能啦。你已经咧宣告讲无啥可能咧。兄弟姊妹，你爱宣告讲，伫检测人真恶，但是伫上帝无恶情的事。你望一个宣告讲伊无可能得救啊，那呢伊真正无可能得救啊。所以，互你知影讲，教会就是指咱有即个权柄，迄个权柄透过你的嘴的宣告、祈祷，就迄个气力的，互遐个搅扰、影响、阻挡咱的亲人，无法度认捌耶稣信主，听真理听袂落，奉耶稣名命令困绑遮搅扰、窒碍、阻挡，拢离开，求主来透放互阮的亲人安怎？听到福音就会通感动，好亲像昨暗牧师为着即个姊妹祈祷，听到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恩，伊就流目屎啊！伊愿意伫遮接受，求主来帮助吼，咱明白吼。第二，耶稣若无行伫十字架的道路，就无今仔日咱的救恩，就无法度除去咱一切亏欠上帝的罪。无法度为着咱来做一条搁深搁活永远的道路，咱做伙来读。对迄粒起，耶稣正指示伊的学生知，伊着去耶路撒冷，对遮个长老、祭司头经受着侪苦楚。咱看见耶稣伫遮表明，对安尼啦，从此对安尼。就是讲，人开始得到上帝的启示，启示伊是基督是救主，启示基督互教会明白，教会就是咱，所以启示耶稣基督是救主，互咱每一个人明白了后，对安尼，伊就要完成即个救恩。
所以伊必须要安尼做。耶稣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为着咱来赎罪，因为咱无法度靠精神伫遮来赎罪。耶稣完成这十字架的救恩，是要互人伫遐有一个救赎。总是这学生伊错误的观念，彼得讲千万袂使啊！然后伫内底有一寡解说讲，彼得向前甲主救的，然后佫甲伊责备。咱骂老师咧，讲你袂使安尼做啊！你来因的认为就是你来要带阮来推翻罗马帝国。你是一个君王弥赛亚，是骑战马的。结果耶稣骑啥？驴啊！伊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伊是一个受苦劳碌即款的样式，毋是骑战马迄个君王的弥赛亚。所以甲彼得所想的无相款，甲后壁的影响啥？你若去看20章，有一个老母伊有2个囝，然后伊来求耶稣讲：拜托，伫你的国内底，互我2个囝，一个坐啥？正边，一个坐倒边。其他的学生就安怎？2个为着互行政院长甲来签破部长，拢互因占了了啊！哇！伫遐逐个都不满，伫论讲啥物人上大。耶稣伫遐提醒因讲：我所要啉的不一定敢会啉的，毋通凊彩乌白伫遐伫遐好遐位。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耶稣必须要安尼做，然后彼得伊有家己的想法，耶稣就甲念、甲责备。第一，咱看讲。耶稣伊要告我，要荣耀伫遮来降临，所以伊先启示讲，我是耶稣基督，我是基督，是对上帝来的，迄个受抹油的是拯救者。然后启示互咱教会嘛，过来咧，爱透过十字架，毋是透过骑战马，透过遮个军权军事的溃烂，是要透过十字架道路。一般人圣经讲看做是愚妄啊。这十字架是一个刑法，耶稣哪用即款的方法的，人想袂晓。所以到尾咱看讲要互耶稣伊本身甲人伫耶稣内底来得到即个荣耀。这就是耶稣十字架道路来付上代价，为着咱来救赎。耶稣来提醒咱学生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是啥物？当咱看去拄仔开始伫13节到20节的内底，咱看耶稣甲彼得学了，讲西文巴用啦。西文本来的意义就是听的人，听者听的人。然后巴用啦，这用啦原底有一个意思就是钱啊，有人甲解释讲有圣神的一个意义伫咧，所以对圣神来伫遐领受听到即个启示，耶稣伫遐来学了伊讲，你所领受的启示是对天父上帝来，你是有即个智慧，有即个聪明的。一个讨海人，因若有即款的智慧，耶稣一问，伊讲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是因为彼得有上帝、天父上帝启示，伊才有法度知影即个答案。好亲像咱咧加迄个神奇的一刀，平常时若拄着困难，加会出来就免死，加袂出来就爱死。若叫你想，你想会出来袂？无法度啦，稳死的对无？但是有上帝的智慧伫遐来启示，互即个牧师会通伫遮加出来。佮排出遐个字，真正有够奇妙的啦！若无上帝智慧，咱无法度去捌真理，无法度去捌耶稣。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活伫灵内底的，伊捌基督，捌耶稣。但是活伫迄个魂内底彼得，就是咧代表咱用咱家己的思想、感情、甲意志伫遐咧了解耶稣的。耶稣千万袂使，
因用家己的想法来阻挡耶稣活当身甘骂啥物？撒旦提起，你是安怎阻挡我的？颠盘绊脚啦，颠盘我的骹的。所以伫遮咱有看耶稣咧讲这撒旦提起，有当时啊，咱若用家己的心思意念伫遐这要讲出来时阵，颠倒阻挡耶稣要做的这救赎。意思就是讲，你甲撒旦徛做伙啦，你讲出来话是甲撒旦共款嘛。所以若无小心，有当时咱的言语就会互撒旦伫遐来利用啊。求主来清气咱的嘴，互咱所讲出来的话是造就人的话哦。所以伊无体贴上帝的意思，敢若体贴家己的想法、家己的意思哦。第二，咱有看伊讲，耶稣咧提醒讲，咱遮的人啊，包括遮门徒啊，哦，咱若要军队伊，着爱安怎啊？个爱去杀家己哦。来，咱做来读来，人若爱对我，着看无家己，也伊的十字架来对我。看无家己，毋是咧否定你家己哦。看无家己是讲将你的遮心思意念所想的交托互上帝，用上帝的意念成做你的意念。所以十字架的是死的一个刑具，背十字架是伫上帝面头前安怎？看家己是死的啦，然后将全部的性命交托互主，伫遮来带领你要做的事。即个就是要安怎放下你家己的想法，互上帝家己伫遐来引带。讲你若要得到性命，你着爱跟对我，才会通得到性命。你若要靠家己的方法，你无法度伫遮来得到啊。所以着举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放下看无，有当时咱当你要跟对耶稣要服侍的时阵，你会看到可能你的工作、你的亲人检菜正做啥物，一个颠盘，你会通亲近主。有当时咱的十字架可能是咱的亲人，你要安怎伫遮好来引带伊来到主的面头前？拜五有一个马来西亚的青年，查某青年来找我，伊18岁就来到台湾读册，然后迄边的牧者因为咱即边的教会甲迄边有长老会有交流，所以有拜托讲伫遮来照顾遮个青年来到伫台湾读册吼。安尼已经有差不多11年啊，熟识已经有到11年啊。我就问你哪会过来？最近要来读新南医的即个协谈。我知影有男朋友啊，我你的男朋友倒个人？即个高雄人有信主啊无？无。即我着爱甲伊对话啊，我讲你有清楚啊无？你若要交，你着爱有迄个勇气，然后安怎伫遮来面对即个家庭信仰的问题。伊讲无，牧师我知道啦。迄好亲像我的查某囝共款呢已经看差11年安尼。我只有一个提醒，就讲你若有即个觉悟，即好亲像你的十字架共款，你是毋是会当伫遮来背？因为信仰无共款很难，但是并毋是无可能。有个人是因为安尼，伊有迄个耐心，然后来引带另外一半来信主啊。你是毋是有迄个困难？你爱恳求主来帮助你哦，若无是会扭起来。伊讲我知，因老爸本来就是无信，因老母有信，所以因看遮个证据的。我的老母较早有信，我的老爸无信，嘛是相款啊。所以我老母着过去阮老爸遐着对咧拜啊，
信心若无够清澈、无够坚定，就是安尼受影响。一身躯病，靠倒医生，真辛苦。后来倒转来我靠主祈祷5分钟，上帝医治伊变一个人。这是我的老母的生命的一个见证啦。慢慢去影响我的老爸。我老爸较早嘛是搁咧拜伊是大囝，我是大孙，真困难。伫阮迄个庄头无人信耶稣，但是因为家己的妈妈家己的经历，带全家出来，慢慢上帝拢有伊家己的作为。老爸家己拄着迄个困难病痛的时阵，伊敢伫遮来感悟，拄着耶稣的医治，互伊的骹毋免锯掉。伊家己清楚认捌耶稣是医治的主。总是这是因生命的经历，我有我家己的信仰的经历啊。兄姊妹，你嘛有你家己的信仰经历，总是有真侪只的重担，亲像彼得的想法，甲耶稣想法无相款啊。所以咱个人的是物价是啥物？检采是你的职场，你的工作。甜半你袂通伫遮来军队耶稣参与伫遮服侍。所以耶稣咧提醒，若有人来军队，我着爱放杀也是讲看无家己。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遮真清楚，要做遮的服侍无简单，但是毋是无可能。愿主来帮助咱，透过安尼耶稣对咱的呼召，想清楚，你是毋是会使？你是毋是愿意？若愿意的，耶稣讲，恁会通甲我一同伫遮来享受伫荣耀内底。伫启示录20章的第40节，因为较长，咱无搁再看。总是后壁讲，遮的拢活伫来甲基督做王1000年。第二，咱看讲要得到即个永远活的一个喜乐，这是耶稣要享受咱做伙来读来。搁在上帝的囝已经到有互咱晓悟到捌遐个真个，咱也踮伫真个，就是伊的囝耶稣基督，即个是真个上帝，也是永远。所以互你知影讲，你信靠的主会通互你永活袂啦？帮助咱会通伫遮回应头一个就是，当你参与伫遮服侍前，你是体贴你家己的意思，还是会通顺服你上帝的意思？你愿意背起你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耶稣吗？咱做伙起立，咱恳求主来帮助咱。彼得嘛有伊的勇壮甲软弱的所在，咱嘛是牧师嘛是咱每一个人拢是，总是主的话若踮伫咱内底，咱就诚做有五人有快乐啦。咱要做透过即首诗歌来回应咱所听的也互咱会通思念顶悬的事，思念上帝，体贴上帝的心意，无过头体贴咱家己的心意。你的话踮我心，当我无望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镜踮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
主你用阮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检测是阮继续的守望祈祷，阮的大祷，互阮的亲人有一天会认捌耶稣基督是救主。检测是阮继续用关怀探访来关心这个信心软弱，也是伫无道的这朋友亲人。主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恩赐，阮拢会通做。检测阮的体力无够，阮会通用祈祷来为着这个亲人来代祷。阮有够野的气力，阮会通参与伫无共款这个，无论是小组，无论是这个做事工部的服侍，互阮无徛伫营营伫遐咧提示，讲阮无时间，帮助阮，亲像主你咧呼召阮，阮会通回应讲，阮伫遮，主你找阮，找阮。阮知影，阮服侍毋是靠着阮家己的气力，是靠着主你所赏赐阮属灵的权柄、属天的权柄，阮才有法度伫遮来做主你的工。求你赏赐阮有勇健的身躯、勇健的心神。阮要看见阮的亲人一个一个要得救，阮要看见阮的亲人要成做主你所需要的。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谢你。即时，阮真心要用上好的来献互你，因为主，你创造阮、养饲阮、疼阮，佮使阮有平安、有喜乐，赢过迄个风霜五谷新酒的人。所以，主，阮要讲，主啊，阮要去鸟你，要跟对你。主，阮爱你，也要将家己来当做偌济来献互你。恳求爸上帝，你来使用
阮的恩赐伫你的事工的顶面。耶稣凡有够也智慧，够也勇气，来将主你的大福音来讲传。愿主你的百姓拢来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学罗你。愿全心全意来奉献，恳求主你欢喜来感纳。愿伫主你的面前虔诚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请坐，即时咱请尤牧师来报告。富贵大圣，咱要为着上述来祈祷，头一项就是互咱会通认捌真理，体贴上帝的意思，赢过家己的意思来祈祷，为着初信遮的兄弟姊妹顶礼拜洗礼，有8位的成员洗礼，有3位的信仰个别甲3位的小朋友的洗礼咱为着因来祈祷感谢。明仔载开始上年大学第2学期开学，到9月10日后礼拜伊小牧区要前往伫3林伫遐有野外礼拜，咱开声来祈祷，愿主来祝福。亲爱的主，你对阮来启示，你是基督，你是永活上帝的囝，你是国我的主，互阮通明白清楚知影，阮会通倚靠你，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特别互遮的初信的兄弟，坚固的信心，无受到魔鬼撒旦的抢夺，影响因继续行伫你恩典的道路。也透过阮的兄弟姊妹，透过遮的社区的事工，透过牧区的牧养，互搁较侪遮的慕道的朋友会通做伙享受永活的救恩。使阮伫遮的学乐敬拜得到你的甘纳，祈祷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大声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敬拜兄弟歌舞城兄弟高宇辰弟兄来伫倒位？有伫在边咱来欢迎。上帝祝你毋知阁有无头一遍来伫咱中间人久无来伫咱中间阿金遐因夫妇有带孙来阿金遐。咱家欢迎伊的黄金泡菜真好食来，其他毋知阁有无？若无，咱要来无啦咱来看消息的报告。教育部的部分，咱今仔开始有连续6遍的小组长的训练像咱中级同工也捌上过。这小组长的训练的若要复习的，请你查家己的课本，也透过小组长的推荐，然后上过熟龄家长训练的会当报名。咱伫成人牧区每一礼拜拢有无共款的这小组的关怀、小组的聚会，你会通选择你的组别，也是讲新来的人你还袂有组别你会当就近伫遮来参加咱伫第10页有遮各小组聚会的情形二小牧区伫后礼拜日袂到伫迄个3民伫遐来3民教会伫遮来参加野外的礼拜。